先穿胶布啊，胶布连了一面套进去，然后固定圈，固定好，把这上面螺丝给拧紧啊，稍微拧紧就行了。然后顺着胶布往下拉，从这个黄色轮子和这个铜轮中间先压一下，压一下之后呢，点屏幕上的中文，点一下复位，点手动调试，里面这个送布点它，边点呢边拉动这个胶布啊，把它拉下来，刀片抬起来，手动抬起来，先胶布切断，然后开气，气往前推是开气啊，把气打开，然后点击屏的中文运行画面，点一下复位，然后踩脚踏板，踩脚踏板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启动了？